4月开始，就是台南往来大出的季节，市场委托日前并外销日本加出一货柜的往来制品，随后嘛传领农会到新北市来推销台农16号甜蜜蜜，短短一早就卖完84栋。20号已经是第12摆上班参加电视购物台直播，来卖外销顶级的关庙金钻往来。结果40分钟就卖了16000粒，成为最佳代言人。会中要教大家如何精选往来小撇步。做凤梨的第一品牌就是台南凤梨，台南凤梨里面最厉害的就是关庙凤梨。关庙凤梨里面当然有很多，有的是外销等级，有的是这个各种不同的等级。所以我们今天把最好的外销等级推荐给大家。不过有一个小科普、小常识，如果说各位好朋友去菜市场来想要买凤梨的话，用这一根棒子敲敲敲。那我拿着，你帮我敲敲好不好？那敲也不用太敲太用力，敲快点，太用力把那个凤梨敲坏。你的听，你看麦克风前面，有咚咚咚。这就是的台南往来，因为日照充足，加上土质适合，才诞生酸甜风味一流的金钻往来。也邀请民众用药选买，好康到小报。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